清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新竹市长的当选人高虹安牵涉诈领助理费，检调第10项发动搜索和约谈。团高虹安甲伊的前助理李中庭，阁有国会办公室的主任和助理，嘛去敲国会办公室加强敲背的所在。高虹安伫昨暗碰以上8件复信，今日透早5点外以60万交保。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结束约谈了后，10日透早以上8件复信，互会馆的民众大话贪污犯，高虹安无讲话也无回应。高虹安选前假日诈领助理费风波，互人惹出要求助理交加班费当作公积金，用伫私人支出。调查局北基站报车台北地检署分查一案，指挥侦办。高虹安等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刑法伪造文书等罪。本党团都一切尊重司法调查的整个独立性跟整个检调的一个职权。那我想，其实我们也要秉持这个侦查不公开的一个原则，我们就静待司法来去还原最后的事实。检调分侦一路展开侦查行动，搜查地点有台北新竹国会办公室，也有4个人徛家顶8个所在。高虹安国会办公室主任陈焕武15早起伫法院予检调查找。另外，前助理李中庭甲前公关组长王学文，也有高虹安本人，拢是以被告身份进行庭审。高虹安助理王明辉也以证人身份到案说明，透早甲高虹安在内4名被告及证人，拢被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有没有上缴公积金？是被迫上缴公积金的吗？台大13枚这些王学文移送北检的时阵，对记者问话拢无要讲。今日透早2点外，陈焕武、王学文50万块交保，高虹安也伫今日透早5点10分60万交保，李中庭请回。记者综合报道。连米特别休寒，即马国境已经解封，疫情嘛转好，有人已经安排要出国旅游。上届热门的日本休寒的团费有起3成至4成，啊，若伫旧历过年期间是搁较贵，会变2倍。旅游业者即马嘛有提醒讲，如果伫网络顶头有看到俗价的旅游方案，一定要斟酌确认，看敢是合格业者。疫情解封，搁拄着休寒甲旧历过年，真侪人开始规划出国旅游。旅行社表示，目前民众上有兴趣，旅行团嘛开上侪是日本线甲欧洲线。那我们销售最好的部分是欧洲，那尤其像是中西欧，再来是南欧以及东欧的话，欧洲的部分几乎都已经销售到9成以上，那日本的部分也有8成以上的销售。旅游交易安全委员会的日本线发言人讲，日本机场检疫人员有限，所以目前敢若开放7个航点，涵盖的团费差不多是19000到98000，也若过年期间会加倍。计销伫36000到180000之间。那由于航班跟航点的短少，所以会造成高票价。那在安全安心的情况下，业者多是以人数少的小团体在做包装。另外，欧洲线的部分，品保协会的旅游交易安全委员会表示，台湾飞欧洲航点已经恢复，但是因为罗西亚到乌克兰战争的关系，所以费用嘛对得起。涵盖的团费是57000到169,000，过年期间是伫86000到219,000之间。当地应变方法是提高人客价较大的品质。我们在餐食方面，在旅游的品质方面都做了一些提升，现在都提升到7菜1汤，整个都会尽量要求当地的旅游业者，尽量我们的饭店呢都能够定在比较靠近市区。目前到欧洲去旅游的团体，大概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大概7到8成。国外旅游渐渐恢复，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提醒，民众出门前要了解当地的防疫规范，疫苗注射卡甲所谓疫苗证明拢要准备，才袂到时互人挡伫机场。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旧历过年要到啊，外界嘛关心讲小三通当时会当通。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是认为讲，若买就要量早，政府应该伫明年元旦之前赶紧做出决定。啊，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是表示，伫旧历过年之前，政府就有答案。指挥官王必胜12时才金门小三通准备进行，各界关心小三通什么时阵复航。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进前去厦门操上小三通，行政长苏贞昌是烦恼，若做重开对华人会来台湾抢药啊，会造成防疫漏碰。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是讲，是毋是开放春节前就有答案。
陆委会呢已经在积极的进行评估当中，是，我相信会在不久的未来。请问是多久？因为我在几个月前就听到不久的未来了。春节很多台商也要回来。跟委员报告，绝对不会拖过春节，绝对不会拖过春节。好，就重要的节日启动客运航班是可能的做法，但目前尚未定案。评估确认后，会适时来公布小三通客运的时间和内容。过年前来努力，都是朝这个方向跟目标来努力。陈玉珍认为，农历春节一寡台商返来台湾需要提早订票安排行程，督促政府明年1月7以前都应该爱公告。不过疫情指挥官王必胜是讲，为防疫角度来看，目前真歹评估中国的疫情，离岛防疫量能也真歹判断，小三通应该谨慎考虑。我们知道这个离岛，包括金门跟马祖，它都只有1家医院，而且它的量能都非常的有限。那如果说在中转的过程中产生这个大量的有症状者或发烧者，这个量其实不用很大，那就已经超出他们的这个能够承受的范围。那这对离岛的医疗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行政长苏贞昌是讲，春节金马地区民众回乡，政府会尽量予因协助。疫情大发生的时阵是台湾上警觉，头一个对武汉来班机实施定期检疫，即马嘛爱同款警觉，注意中国疫情发展甲变化。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湘北行家人的客运车钱，即马确定要起价啊！即马已经审议通过，跳表本地是70块起跳，会改做85块开始跳。若停车咧等红灯，也是塞车的时，卖缩短到1分钟就会跳5块。按算明年4月7日开始实施。民众照顺序排队上车，落雨计程车的生意特别好。听到明年4月开始车钱要起，乘客大部分会使接受。现在整个都涨了，你说它不涨也不行啊，对不对？应该是合理啦。台湾算便宜的，计程车价格算便宜的，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台北市公共运输处审议通过的计程车调价方案。起跳价由即卖的70块调整为85块，延迟时间计算基准为停单80秒收5块，调整为停单60秒就开始收费。其他的运价项目维持无变。原先计程车工会提出的版本是起跳价要调到100块。审理委员考虑到消费者的权益，嘛参考其他县市，确定起跳的价小是85块。加减补一下而已啦，车子维修那个都成本都增加很多了。哎呀，涨多了，没人做，不是一样？对不对？你涨价的时候，你涨多的话，是不是很多人就不做了？对。那又回到那疫情之前，有什么好的？委员审议的时候，他们同时也会了解其他县市今年度就是他们调整的状况。公文处表示，针对原先工会也阁提出大水河风台加50块的方案。考虑风台天，希望减少民众出外，搁加万一湘北家人无同步停班课，可能会产生消费纠纷，所以无采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半部可能会上大雨，各地气温大约是16度至19度。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受锋面的影响，各地拢会落雨，中部以北、东半部爱细至上大雨。温度的方面，地气温是大约是16度至19度，若日是北部的高温有19度至20度，其他所在高温是23度至26度。若伫高雄甲屏东是有机会到28度左右。明仔载锋面通过，加上寒流落南，各地拢会变寒。拜六暗、礼拜日透早，中部以北的气温剩无到10度，因为这波冷空气是较重，所以水汽会豆豆啊减少。礼拜的时虽讲会寒，也阁有机会看到日头。后礼拜一日时冷空气才会减弱，温度才会回升，也阁真紧。后礼拜三阁有一波冷空气会到位。早上中昼12点03分，花莲外海发生规模6.2的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是表示讲，按算3天内会阁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飞。若受地震的影响，花莲市区有饭店的泰路落落来，去结着轿车。若玉山嘛有石头放落来，去喊着爬山民众。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人员是无用在替山友检查受伤的所在，受到中昼地震的影响，山区的石头落落来牵着人，有人是头，有人是手受伤。有4名登山客于玉山主峰风口附近遭落石击伤，
本处马上替代药品前往救援。台中这位嘛受到地动的影响，现讲中心第一时间是确认号志和电力拢正常，全线的车伫月台暂停2分钟，后壁速度限制40公里，确定拢无损害了后才恢复正常。在晋阳附近的花莲市区一间饭店，是发生态度落落来意外，佫牵到一台车的玻璃，好在无人受伤。地震很大吗？地震超大的，是赶快跑出来了，超恐怖，震动很大，车子都在动。啊，东西有掉下来吗？有啊。气象局的地动测报中心表示讲，这个发生伫花莲外海规模6.2的地动，全台拢有感觉，嘛是当地32档以来第一个超过规模6的地动。晋阳是咧帮地交接破除的所在，冲到边的地质壁器造成地动，方向和中部感受较明显。它是一个逆冲的破裂哈，两边白色的就是挤压啊，挤压之后破裂的方向。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方向就朝这个方向。因为这边的地震很少，所以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这个从它的位置和深度来看，可能跟外海这边的一些逆断层有关系。它是不是一个前震，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今年以来，台湾已经发生12摆规模6以上的地动，这比年平均达到2.8摆是悬真多。学者嘛提醒，最近东部的断层是靠在震动，民众要注意防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伫半当前，伫伊家己台北市信义区的厝内失踪。警方有伫伊的徛家验出血迹，嘛调查出伊的小弟要拖一个大型的卡网出入，怀疑是小弟杀害阿兄，才甲尸体拼掉。即嘛是甲小弟翁仔某，伊才有杀人罪移送法办。检方嘛有申请羁押禁见，严格法院是认为讲欠缺直接的证据，所以裁定不过，当庭放人。来关心中国时报。日本院的朝野党团伫昨昏有协商，但有达成共识，讲这个会期会延长到明年的1月13。若民进党主席的选举，目前是敢若副总统赖清德一个人完成登记，会伫明年的1月15补选，1月18公布当选名单。明年春节进前，府院党的人事就会有新的安排。来关心自由时报，行政院是宣布明年度全民健保一般保险费率依期无改变。所以未起健保费，若打商甲小吃店营业税调降的措施会阁继续延长，会延长到明年的6月份。来关心美国的联准会是宣布要升利息，升2码。昨昏，咱的中央银行嘛宣布要对咧调升半码，对今仔日开始实施。若以有买厝的人贷款1000万来算，等于是一年纳落来爱加纳1个月贷款。考虑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降低，明年可能会降到2%以下。加上明年全球景气放慢，恐惊影响国内出口甲投资的动能。中央银行15摆时召开理监事会，决定起利息半码，调悬政策利率0.125个百分点。我们的政策利率，我们的紧缩的力道呢，稍微跟上一次呢比较起来是温和的。另外，中央银行认为讲，即卖防疫措施甲边境放零，民间的消费可能提悬。不过，全球经济动能大幅度放慢，会压制台湾出口成长。加上厂商对未来景气看法保守，民间投资动能会愈慢，所以预估明年经济成长率降至2.53%。我们的下修我们的经济成长率，那这个经济成长率下修的时候呢，我们的底面呢会要有助降低国内的通膨压力。中央银行起利息半码。嘛是今年以来第4届起利息，一般民众买厝贷款的利率会超过2%。若以贷款1000万分30年纳，本金利息平均册来算，起利息进前1个月还33000外，起利息了后1个月爱还36000外，等于每个月爱加纳3000外，一年都要加纳36000外，安尼就等于是加纳1个月贷款。若中贴现率、担保放款用通利率、甲短期用通利率，嘛是拢起半码。而且为今年12月16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宣布升利息升2码，嘛暗示讲明年可能会继续起。欧洲的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嘛对咧升利息升2码，来应付通货膨胀的压力。严格升利息有可能就会造成经济衰退，所以欧洲的股市是受乌的。若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嘛跌超过2%。伫美国联准会就是决定升利息2码，佮暗示明年的利率抑佫会较悬了后，总部设伫德国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抑佮英格兰银行15拢决定对咧升利息2码。
The Governing Council today decided to raise the 3 key ECB interest rates by 50 basis points, and based on the substantial upward revision to the inflation outlook, we expect to raise them further. We expect inflation to start falling more rapidly, probably from the late spring onwards. But there is a risk that it won't happen in that way, particularly because the labour market and the labour supply in this country is so tight. 不过，这摆升利息幅度拢比前一摆11月3倍较细，因为欧洲央行预期通膨率会在2023年开始降低。英格兰通膨率在10月达到41年新高的11.1%了后，11月降到10.7%。英格兰央行预估，要到2024年初才会回归正常水准。市场分析师认为，升利息和经济数据落差，带来去恐惊看到公司财源开始失业率提悬，经济陷入衰退。 I do think that we are headed for recession. History says that when we've had inflation this high, when we have seen year-on-year reductions in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we have fallen into an earnings recession, and I think that is an increasing possibility that we have then fallen into an economic recession. 受升利息加上投资人烦恼经济衰退，欧洲主要股市受压，法兰克福加巴黎股市大概幅度超过3%。美国连2天大落，道琼工业指数盘中八档盘787点，三大指数收盘落超过2%。公司新闻电话人评价。 物价起钱变薄，英国今后有护理师是徛出来大罢工，有10万的护理师徛出来，要争取更加好的薪水待遇。 虽然已经事前警告，护理师一天的罢工行动都可能让病人受威胁。英国护理师依然决定为家己的权益发声，因要求加薪水19%。这参加罢工的护理师表示，护理工作即马是伫危机时刻。Student nurses are now paying £9,000 a year for their education, and they are working on the wards full time, unpaid. And having to do a degree on top of that, they come into it for a wage that isn't going to let them live. 英国上大护理师工会皇家护理学院 RCN， 在英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差不多10万人，迄一天为早起8点到暗时8点罢工。不过提供维持生命甲急诊护理医院继续运作，一寡常规手术甲其他安排好的治疗拢暂停。俄罗斯特困的轻伤甲疾病2个诊疗部门已经关起来。进前英国政府提出薪水协议，不过无被接受 ，RCN 的要求无法度负担。 Last year we made a special case where nurses got an extra 3% when others in the public sector did not. Asking for a 19% pay rise, way above what most viewers themselves are receiving, is not affordable. 英国第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冲高到41年来上悬的11.1%，在9月小可下降到10.7%。RCN希望加薪的幅度，因比通膨率较悬。护理师有稳定生活基础，也互医疗体系伫化疗透视，当前甲护病房甲新生儿照护得到保护。有愈来愈多护理师用食物银行维持生活，目前也有5万的护理师的头路，有专业背景的人可能争取收入更较悬的头路。RCN认为当局应该做一寡代志，尽量保住专业。英国政府对这波罢工表示遗憾，愿意就更较广泛的问题来谈判。不过，这么悬的薪水协议无法度讲入去，以及波的罢工会在20举行。公司新闻恩文玲评价。 来关心秘鲁的动乱是继续炭烧。前总统卡斯蒂约顶礼拜互法官关7天，关1礼拜。本地是14会当放放出来，也毋过检方即马阁临时去申请，要阁继续关18个月。这是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所以动乱无法度收煞。目前秘鲁的国防部已经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月日。Soy injusta y arbitrariamente detenido. Mañana a la 1:02 de la tarde, quiero que me acompañe mi pueblo, porque en ese momento. 因为非法解散国会，去法官下令关押7天的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原本拜3暗算会当放出来，伊伫上诉初审听证的时阵，叫民众来个迎接，想袂到检方伫前1天半暝大动作申请，改阁羁押18个月。国防部阁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30天，禁止百姓集会游行。 Se ha acordado declarar en estado de emergencia a todo el país. Eso debido a los hechos vandálicos, violentos, a la toma de carreteras y de caminos. 这措施让民众是规百会，抗议民众伫利马街路甲警方爆发冲突，还佫有人走入去东南部的大城奥利阿卡这个机场，想要甲维里亚因河岛
警方发射催泪ga斯，场面是真紧张。 Ahora se ha declarado en emergencia, hermanos. Quieren tapar la boca al pueblo, pero el pueblo no, hermanos. Seguirá en la marcha, seguirá en la lucha hasta el final por todos nuestros hermanos que han caído. 这波抗争一礼拜以来，已经致死7个人死亡。新总统普罗阿尼德为着紧和动乱结束，搁一届让步，讲大选会当提早到2023年12月份。不过抗议民众是无咧甲休，坚持要求爱随甲喀斯蒂约放出来，提早举行大选。现在民众伫全国各地设置路障抗议，嘛严重冲击交通运输。这个红卡伫南部公路，在山下的卡车运将是着急加深公会道。 Ojalá que la fruta aguante, pues unos 2-3 días el paro, ¿no? Y a mí también me preocupa porque te digo que mi flete va contra entrega, ¿no? Yo como transportista me preocupa un poco que la fruta se empiece a malograr, me van a recibir en Juliaca, me van a poner peros y ya no me van a cancelar el flete, ¿no? 秘鲁最高法院会伫拜四就敢是要延长羁押喀斯蒂约的案件来做审理，这个结果嘛牵连秘鲁经济的发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年经过英吉利海峡偷渡去英国的人有44000人，嘛接发生冰船的意外。伫14个半暝啊，就有一阵偷渡客因为冰船伫海中央冰船了后，31个人获救起来，不过嘛有4个人死亡。英国的内政大臣即嘛是表示，因打算要立法来禁止偷渡客。不过这个消息一出来，虽引起英国在野的工党和联合国的难民署的关心。 12透早3点，伫肯特郡甲法国中央海峡作业的这只英国渔船，看到客满偷渡客的充气船，海水真大，海水真冰，船阁强强要沉去，顶悬的人大声喊救命。船长紧急甲船开到现场，船员合作，甲其中31个人游上船顶。不过过程煞有4个人不幸落海死亡。渡过一劫的这偷渡客，讲这船闯过英吉利海峡的航程，每一个人的代价是5000英镑。今年以来，非法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44000人。冰船泄洪水都市的事故，阁是一届搁一届一直发生。 这件4个人死亡的渡海意外发生了后，内政大臣布瑞弗曼伊伫国会议场里表示，这件不幸事故甲去年11月27死亡的船难，真清楚地提醒英国需要赶紧摧毁人口贩的操作方式。保守党政府也透过立法禁止偷渡客伫英国寻求庇护。Crossing the Channel in unseaworthy vessels is a lethally dangerous endeavour. It is for this reason, above all, that we are working so hard to destroy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people smugglers, evil, organised criminals who treat human beings as cargo. 首相苏纳克13伫国会议场指出，新法的内容要确保非法入境的人会互人拘留，阁会真紧互人送去安全国家进行庇护申请，也是遣送回国。未来因入境英国移民，也是申请公民的权利，原来会同齐互人否决。 消息一日出来，引起在野工党加联合国难民署正式的关心。联合国难民署指出，新法违反国际法当中英国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谴责中国并对白纸运动也要抗议民众违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嘛要求爱针对危害人权的在中国官员加强制裁。来关心泰国44岁的大公主传出心脏病发作，常常失去意识。泰国的国王随赶去病院，方式嘛对外证实这项消息，讲大公主即马正在治疗，因为外界拢看好大公主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在意外嘛可能会影响未来接班。来关心日本媒体有报讲，拜登政府希望在安全保障和经济政策顶头强化甲咱台湾的合作。在美国国会的审议国防授权法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派美国的政府官员来咱台湾，按算逐年派10个人，一个人上长会当踮2年，当加2年。但是这个法案在年底之前就通过，安尼明年9月份就会开始派人来。
那美国的国会嘛有继续发出对支持台湾、对支持咱台湾的声音。这是共和党的众议员贝肯伊表示，伊无认同无清无楚的战略概念，伊建议美国爱用对台独立国家的方式来对待咱台湾。另外，美菲峰会伫华府举办，拜登是宣布美国未来会全力投资非洲，这看起来就有甲中国拼场的意图。美国国会持续对台湾发出支持的声音。共和党众议员贝肯针对后一届国会对台湾的政策提出伊的看法，伊无认同美国战略模糊的概念，抑阁建议美国以对台独立国家的方式来对待台湾。I don't believe in strategic ambiguity. I just don't think we need to announce it. It would be my point. So we need to be speaking with our actions and treat Taiwan more lik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贝肯是众议院台湾连线的成员，伊嘛讲到强化主动是支持台湾民主，甲避免台海战争上界重要的工课。美国应该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包括对台军售，增加伫台湾甲区域的部署等等。也若伫美中竞争的国际架构之下，经过8年举办的美菲国峰会伫华府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会全力投入非洲的未来，暗示甲中国拼场。Our people lie at the heart of the deep and profound connection that forever binds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因为美国在非洲地区的确是疏忽经营一阵子，那现在在做的话就是亡羊补牢，但还要看他政策兑现的能力。比如说，他说3年要提供500亿美金，在怎么样的方面啊，包括能源啦、环境保护啦，其他地方投入的资金，能不能像他所这个承诺的？学者嘛进一步指出，最近这几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受到执政党的轮替变较无稳定，所以美国需要持续提出具体行动，才有可能得到非洲国家的信任。拜登敢会当透过美菲峰会来增加美国伫非洲的影响力，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因行政议会第10号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也有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要送立法院审议。是新增加国安犯罪，也有抹过乌金枪，也是毒品这重大犯罪，也有贿选当罪，互判刑的确定的人4大类的犯罪者袂使参选。国民党是表示支持，嘛宣布讲，因要针对政党法扩大党职人员，嘛爱排除误导。社会要求排除黑金、枪毒等人进入公领域。政府伫选举了后，快速推扫排污条款，灌贴扫毒乌金，避免境外势力介入选举。行政议会15确定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也甲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限制4类人袂使参选，包括国安犯罪、乌金程度重大犯罪、贿选甲当罪当刑。你犯处置犯罪或者制造、运输、贩售毒品、枪炮及洗钱的，那犯这些罪，那经有罪判决确定。那这些都不能登记参选。内政部表示，这个修法排除乌金程度，也就是犯下国安3法当罪当刑的参选资格。其中，若做有贿选前科，经过判刑确定，公款袂使参选。党内提名参选人，若做有受影团基有贿选，政党爱连坐处分，相当罚500万。草案送立法院了后，一定后一个会期完成修法，并2024年总统大选适用。对这代志，国民党表示赞同，搁加度修政党法，扩大党职人员嘛爱排污。有关政党法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加码，能够加进排黑的条款。那希望国民党全力支持，那希望民进党也全力支持，让他尽快通过3读。纳入政党，我们也支持。国民党这么多党部主委都涉赌、涉黑，甚至有杀警前科，我认为他们打假球的机会比较高。目前政党法的排污规定，敢若针对政党负责人，无包含党籍还是党员。另外，行政院研究这个修法的过程，也比例过动可能违反宪法的记录。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现行法已经就特定职务设定消极资格规范，这个修法符合比例原则，也就是符合民众期待。若是党纪是毋是应该当作规范，需要搁较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5党前伫中和江水厝路尾放火烧死9个人，缅甸的华侨李国贵，对1审到经2审拢互判死刑，也毋过即马经3审是改判无期徒刑。原判决撤销，李国辉杀人，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
缅甸华侨李国辉2017年11月伫新北中和税处的所在放火，造成9个人死亡。15经3审宣判撤销死刑判决，该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原审认为被告具有放火的确定故意及杀人的不确定故意。实际上，被告是基于放火烧死有人陈某的直接故意而产生未遂的结果，对其他被害人则是间接杀人故意。回顾这件案件，是李国辉讲会听到有诶无诶，认为姓陈的朋友等人会利用面册群组，用无线播放声音一直甲笑，所以真侪该搬厝。伊甲姓吴的朋友做伙说厝了后，讲也是会听到侮辱的声音，认为是厝边啊挑故意，气甲毋知要安怎，所以才伫当年11月2日放火。如果说他杀了9条人命，都还能够让他再来这个社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要乱掉。不过15经3审撤销死刑判决，因为李国辉长期使用安非他命已经达到中重度身心障碍程度。因为听到有诶无诶，还阁想要放火，这个理由是想要保护姓陈的朋友未遂，也是对其他被害人是间接杀人故意。他在购买汽油之后，还会慎防溢出，也知道要躲避追查，都不足以认定被告在行为时有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的情形。就不构成刑法第19条第1项或第2项的减刑事由。经3审认为，依照公民甲政治权利公约，犯政绩最重大之罪，才当判处死刑。以本人来看，无符合政绩最严重之罪，该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检察官、被告拢会使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毋是每一个耳孔听无的人拢会晓手语，听障者除了用手语含外界沟通，有当时也当看字幕来了解重要的资讯。台北市的社会局就提出这项服务，今年服务的次数是创下新高，显示这项需求真大。若提供这项服务的民间团体嘛，打算伫今要开始推出导览活动的时，提供拍字幕的服务。这是较常常看到的听打服务模式，拍会议出现伫电脑荧幕顶悬，或者是投影到大荧幕，互现场听障者看到。因为毋是所有听障者拢会用手机，其实听打都是一个重要的接受资讯方式。我们社会局呢非常重视身心障碍者的资讯平权哦。那就听语障人士来说哦，除了提供手语翻译服务之外哦，那因为有些障碍朋友他们不熟悉手语哦，所以呢我们也从105年开始推出这个听打的服务。听打的模式伫疫情期间也无共款的做法。我们采用了云端投影的方式，好，让他到每一个地方，比方说抽血，比方说照 X 光，比方说麻醉等等的时候，这一个使用者他透过无线平板的方式，可以看到每一个关卡他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时候听打员并没有跟他挤在一起的。听打人员透过咱的语音听到护理人员声音，在距离应用平板无限投影提供字幕。另外，若拄到人济所在，常用的方式是提供分段文件分享，听障者透过家己的手机就能看到字幕。疫情等好了后，今年各用户外导览提供移动式听打。详细看导览人员伫说明时阵，后边有人摕荧幕，听打人员对伫后边，找一个用拍字的所在，用听清楚导览人员讲的话，因就用及时将字幕拍出来。导览的物件、平板顶悬的字幕加手机翻译员，拢伫听障者同一个视线范围内底，用真方便得到资讯。因为疫情之后，导览者戴着口罩，听障者是有些读唇，他没办法看。我这活动办了之后，听障者他们的反馈就是觉得说，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又有听打，他们愿意走出家门，愿意参加各类的活动。中心提供有温度的服务，台北市社会局先举将沟通服务方案听打服务。虽然2020年3级警戒时阵，服务次数降低，不过依然维持1000个点钟以上。了后是每年成长，服务次数是全台第一。
单位表示，有需要朋友，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单位，拢会用电话、简讯或是传真提出申请。台北市的听障者也应透过1999手机时讯来协助申请，也保障自身平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科技的发展，无人机会当安怎运用？嘉义县的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发展中心最近有举办无人机用伫交通业、运输业、物流业的成果，希望会当加强国际合作，而且要推广产业的发展。会当控制方向的普罗佩拉这种小型的无人机，佫会当用倒模型的概念，互无人机会当配合需求，改变形体的大小。这是无人机创意比赛学生得奖的作品。我们的螺旋桨是做向量控制，而且是每一个无人机都可以向量控制。那这样子的特性，让这个无人机每一个单台都可以独立的飞行，也可以透过调整每一个无人机的推力方向，然后去应付更复杂的可能是风的干扰或者是障碍物的闪避这样子。无人机在交通领域上面这个应用已经有初步的成果，事实上已经到了实用的一个阶段。为了要提升台湾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交通部甲嘉义县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发展中心举办成果发表会，文拿颁奖予参与比赛研发团队，嘛公开无人机伫巡检桥梁甲物流运送的进度。这一个偏乡离岛的物流运送，另外一项就是所谓的桥梁检测。那我想透过今年度的一个研究成果的一个发表，我们看到了我们往这个2025的里程碑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运输研究所成立台湾无人机大联盟，办理无人机伫交通领域的各种比赛。每年要研发推广 AI 影像辨识模式，搁要提出无人机伫桥卡无 GPS 信号的解决方案，替台湾国产的无人机增加国际竞争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北艺术大学和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同齐举办台湾当代戏剧创作大师姚一伟的特展，要来纪念这位当代的剧场的推动者，同齐来看。剧本和片仔是台湾当代戏剧创作大师姚一伟红改编搬上舞台上济创作之一。伊嘛长期致力建立台湾战后的当代剧场，是台湾剧场产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戏剧，基本上就叫做话剧，那都是演的反共抗俄剧。可是，在那个实验剧展当中，基本上就是标榜的就是以纯创作为目的，它的形式就跳脱了当年的话剧。姚一伟的创作分类有剧本、理论、散文等等，一生创作14出的戏剧，包括一口箱仔、炼狱观音等等。今年拄好是伊100岁元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特别举办特展，除了找几位当代艺术家以伊的文件创作做发想材料，阁有互动设计，希望大家通认捌这位大师。一楼的话比较是姚一伟老师的状态，我们就透过他的剧本分了不同的区，我们也刻意的把邀请的艺术家的东西跟这些东西混在一起。2楼就做成像一个剧场后台、剧场排练的一个空间，那也是把艺术家的东西都混在这样的同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表示，这个展览将伫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举办到1月7日，希望各界通借展品，行入姚一伟大师的作品，了解伊的一生。记者点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那农委会的水保局为着要促进农村永续和农村活化，有表扬对农村社区有贡献的人。伫台南的后壁张美雪和白河的魏宗基拢有得奖。台南市长黄伟哲嘛感谢两个人对农村的付出。行政院农委会公布第3届农村领航奖得奖的名单，台南后壁顶塘社区的总干事张美雪，佮有白河将军山农场的负责人魏宗基得到评审的肯定。市长黄伟哲专工派人去甲因恭喜，肯定因的贡献。回来9年了，那一直在农村这边来努力那也办了好多的活动那我们这边也聚集了很多的这些在地不管是我们的那个社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些青农子耕耘然后这样慢慢的走到现在我觉得受到那个
大家的肯定也很开心了。规总机创立一个牌子，合作一阵农夫，坚持友善的农法，而且拍拼推广食农教育。张美雪高中毕业就开始做农业相关的工作，协助农民行销在地的好米，办理各种活动，带动观光。让我深深的觉得说，这份工作其实是我一生的志愿，也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的使命了哈。我一直以三生农业这个方式一直在努力推动，把整个串联起来了。那西部农业慢慢可以这样相对的动起来，台湾的农业才有希望。张美雪还有规总机认真参与农村再生，是农村社区内底优秀的人才，希望因发挥领导的才能，把附近的农村串联起来，让这个所在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对日本时代到1980年代，高雄港边的盐埕埔是真繁华、真闹热的所在。只是讲都市的发展真紧，社区已经老化，即马盐埕遮已经是算是旧高雄啊，而且是人口上少的所在。不只高伫即几冬有少年家伫遮定居，有组团队对菜市啊出发，拖到4块里啊，互即个旧社区即马有新活力，嘛找少年人来遮开店创业。明仔暗青春咱的帮节目，甲乡亲咱同齐来看无共款的盐埕。高雄港边的盐埕埔，过去不是工商繁荣的所在，不过因为都市快速发展，社区渐渐破败。几年前，一群伫遮生活的少年人，对迄阵看起来犹个旧拗旧臭的盐一市场开始介入，进一步办导览、办活动。疫情影响的这2冬，因设计的实景活动，运用创意结合科技和资讯技术，让民众、游客、在地居民和政府单位看到这个所在价值。2019年的时阵，我甲去申请一寡计划，然后来做我咧讲的就是青银共事，少年家调银发族的大乡，做伙当咧市场，大家做伙做事。有盐一市场的成功经验，在地培力团队接续开办盐青商谈所，创造一个对话平台。一方面替老社区、老商场的厝主、头家看敢有适合的空间和工具，让少年人来生活发展；一方面辅导少年人想要创业、做事拄到的问题。我有法度有愈来愈多少年明白，互因透过我们去进到对的地方，那是不是刚有法度个降低因失败的风险？我的社区的导览都是从陈汉那边开始发展出来的。我在他的公司3年多，我能不能把一个商业模式去让起来？地方创新不是偏向才有需要，在咧城市的2林区也会面临空洞化的困境。社区老化、人口流失，造成产业结构转移，也会引起亲像城中城这款社会居住问题。若要改变，就要定根在地，透过时间、运去陪伴、了解和试验。记者吴定武、黄文良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小宝的人拢捡宝，物件若是好好用二手的，其实嘛无要紧，而且较环保。也毋过即马伫非洲有侪欧美国家送过的二手车、二手衫，虽讲真正是也通用，啊毋过旧车乌烟高会污染环境，啊若遮旧衫在一摆是全拢变粪扫，二手的物件嘛无一定真正较环保。伫非洲西部国家贝南的港口城市科多努，世界拢是像这种伫卖二手车的所在。事实上，非洲是全世界上大的二手车市场，当年有超过100万台二手车会送到非洲。专门伫进口二手车的国家，其中有一个就是贝南。根据统计，贝南每个月会为欧洲甲日本至少进口5000到6000台二手车，了后真侪车佫会转运去奈及利亚、查德一寡其他的非洲国家。因为非洲国家的民众普遍来讲收入并无悬，买袂起新车，所以二手车伫非洲会用讲是真受到欢迎。但是这二手车真侪拢已经驶10年，甚至15年以上，车的零件已经旧去，会排放乌烟甲废气，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定定就要送去修车厂修理。修车厂的头家讲，因会尽量把车修理到符合环保的标准。但是二手车的现实状况就是安尼，无法度。Lorsque nous choisissons un matériel qui est déjà vieux de 10 ans,
nous ne pouvons plus espérer avoir la même pollution qu'un véhicule qui est neuf. 伫另外一个非洲国家肯亚的首都奈洛比的这个市场，一堆一堆的二手衫裤，堆甲敢若山同款。有不少当地人是靠卖二手衫这种小生意，趁钱饲一家伙仔。但是因为真侪用化学的合成纤维材质做的衫，品质拢真歹，根本就无法度搁摕来卖。所以根据统计，肯亚每年进口20万公吨的二手衫，其中有3成到4成会直接当作粪扫弹掉，造成另外一种环境的污染。联合国环境计划 UNEP 鼓励肯亚发展回收二手衫，搁再利用的企业。亲像这个合作非洲纺织品收集的组织，就伫奈洛比设35个二手衫回收站，将回收的二手衫改造做地毯，搁有各种袋仔。但是公司的创办人讲，因敢若会回收棉仔材质的二手衫，化学纤维材质的衫都无要收，所以减少二手衫本色的效果真有限。伊呼吁世界一寡大型的服装品牌，应该爱家己出钱来处理这二手衫本色，唔通甲处理的责任拢撒互非洲的产车国家。记者甘美恁编译。来去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生态公园，这个所在传出好消息，因为园区内底嘅西部生出来4只已经伫野外绝种的非洲白鳃，这只白鳃仔真古水，同齐来看。这亲像乌蝇仔同款白色嘅鳃仔，唔那是软收收真古水，伫全球佫真罕咧看。هذه c'est une rareté. هذه c'est une rareté. هذه c'est les yeux bleus. 这种真係珍貴嘅，就發生喺北非嘅阿爾及利亞嘅莫斯塔蘭公園，兩隻非洲嘅母獅仔是生7隻獅仔囝，是4隻白色嘅，含3隻咖啡色嘅。各公園是一個真有活力。獸醫華西尼講，這個獅仔囝嘅品種已經伫要絕種，進前伫野外就已經看袂到。Alhamdoulilah, donc c'est une première en Algérie et au monde. Ça c'est plus tard on va essayer de faire de l'espèce pour ne pas la perdre. Donc la sauvegarde de l'espèce هذه. 莫斯塔兰公园对2017年6月开放以来，总共有15只狮仔囝是顺利出生，其中有6只是白鳃，另外还有其他的物种，像巴巴利马鹿、耳仔狐和白色的面加达虎、非洲的金龙等等，拢成功生后代。这个园区即马唔但有真多元的物种，各互民众会当真活来看动物，希望因感觉好耍，佮有教育性。公司新闻单文应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有锋面伫咱台湾的附近，所以受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也有东半部可能会上大雨。另外要提醒乡亲的是寒流要来呀，下暗开始会愈来愈寒，会寒到礼拜后礼拜一才会温度回升。若下暗开始，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会落雪。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有29度。若伫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6度。伫外岛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有20度。当在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寒流要来啊！天气温度降增加，乡亲爱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